第一节圣诗255首，来，咱来吟第一节，来。咱先请苏琴来替咱大旋律大一届444首，祝你吊明河顶清澈。歌词咱先读一届，好无？来，预备来。祝你吊明河顶清澈，当愿主神听你，照你的话来活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逐日气骨换新，月底滑倒失败。好，来，咱来吟第一节。咱第一节咱连续吟2届，好啊，好。来，祝你吊明河顶清澈，当愿主神听你，照你的话来活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照你的我心，你的我的心做伙来，主你交代阮所着做，无论单独做伙，例行工程，工程保护异常，源源无停，夜目仰望，世界做果模范。救赎功劳完全，
好，咱第4节咱来连续吟2届好啊，好，来。来传予阮的社区阮的朋友亲情，互侪侪人拢会当得到救恩的美好，来成做你的囝儿。愿从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你主你的手领，愿你对头到尾来保守看顾。愿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
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永远至善的天父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用专一的心虔诚敬拜，通得到你的应允，赏赐恩典伫阮谦卑、搁心内颂香的人中间。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来吟诗敬拜阿拉上帝，圣诗259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互阮平安来到你的圣殿。阮称赞你的圣洁、公义、慈爱甲信实。愿荣光归伫你，阮永远的天父。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对阮显现活命甲永生，愿荣光归圣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同国活，搁用你的疼充实阮的生命。愿懊恼归伫你，爸、囝、圣神独一的上帝。阮知阮是罪人，犯罪的错误来离开主你的道路，亲像行毋落的羊共款。阮过头相信阮家己的计划，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主你的心。应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反转去做。阮伫你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接纳阮，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的应允。慈悲的天父啊，你的疼未改变，求你怜悯阮。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拭我的罪过。我要过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归荣光你的圣名。主，你失落奇妙的恩惠，你拣选阮做你恩惠的器具，做你呼召的门徒，伫即个时代做世间的光。阮愿意陪去十字架内底里，看见人的需要，愿意去陪伴心灵痛苦的人，愿意去服侍软弱的肢体，伫生活中真正实践你的疼。阮也为教会的肢体来代求，求你看顾咱中间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甲失智的兄弟姊妹。主啊，你亲近心灵破碎的人，拯救心内痛悔的人，求你亲自安慰甲医治。咱最后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咱的主祷文来齐声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离地市，就救咱脱离迄个歹，因为国度、灵、荣光拢是你的，代代无尽。阿免。继续来启应，启应文第62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易，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恁大家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以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
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被上帝。恭敬来听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19节到23节。上帝地基坚固袂摇动，顶面有刻字讲：主捌属伊的人，搁讲求叫主的名的人，拢着离开不义。伫大金厝内，毋但有金甲银，嘛有茶甲血的器具，有诶做油的，有诶做醋的路用。人若结金家己离开这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献花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着相比少年人的情欲，着甲遐个用清气的心来求救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信仰、仁爱、甲和平。毋通有孤光、无知的辩论，你知这个代志会引起冤家。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要请田伉俪来学老上帝，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盼望。
感谢田伉俪用水的歌声来敬拜，愿一切因根归乎咱的上帝。这时要请本堂黄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做上帝贵重的器皿。让要姊妹平安，咱三甲来祈祷。全用你的话教示阮，我来明白你的旨意。所有，阮有晓悟心，伫信心你的启示中间来明白。所你的话就是活命，你的话就是阮的亮光。照着你的话遵坛来行，这是听你，是你所欢喜。行伫你的旨意中间，得到你的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要来举行中集以及咱的事工团队，即个首长的一个就任，所以今日特别用这个题目做上帝贵重的器具，对上帝贵重的器具来来跟咱三个分享。那个上面有个 USB 可以里面有。今日所读的圣经中间有讲到。大间厝的厝内有贵重的甲一般普通的，所以伫圣经内面讲到，这大间厝呢是上天教会。伫咱中间当然甲这个教会规模大小无啥物关系。伊讲到一个生活的日常的一个观念，这个大间厝内底有无共款材质所造成这个器具，这中间有较贵重的金属。比如讲金银所制造的器具，嘛有较普通的材料，亲像茶以及这个灰所制造的器具。所以，咱一般的主观的价值观念来看，这金银的器具一定是比茶甲灰的器具搁较高贵、搁较有价值。所以，迄个和本的圣经讲到，这个金银的器具呢，是用伫贵重的路用。然后这个茶甲灰的是用伫较卑贱的路用。这种的形容，互咱有这种的等级的观念。我当然是贵重较好啊，然后是茶较无好嘛吼。但是那你看迄个新日本的圣经我相信咱读一个普及版的圣经，伊就讲到有一寡器具，金甲银的器具，伊是用伫特别的场合，并无讲到贵重的场合。这个普通的这个器具是用伫日常，也是较平常普通的场合。日常甲普通的场合，并毋是讲到这是卑贱的代志。所以较好的这个器具，咱拢安尼放咧，放伫桶拄仔内面，安尼来用。有真特别的场合的时候，咱来用出来。但是平时咱咧用的，拢是这个灰啦、茶啦，都是较安尼较普通的。但是这是咱日常咧用的。那姊妹，有时咱来感觉，既然圣经安尼讲是，那到底什么人是？如果用这个器具来形容，咱拢是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搁有迄个金银，搁有茶甲灰的区别。安尼到底我是属于什么种的材质的呢？伫咱教会中间，有一个人看来较贵气，伊较有身份。是毋是圣经讲因就是较金较银的器具呢？若像咱这较普通的，较无啥物新鲜材料的，是毋是咱真茶还是灰的器具呢？所以，如果用这种观念来看的时阵，你会感觉伫咱中间靠有一种判断互人无共款的人的评价，到底咱是属于较高贵还是较贫贱？咱们对另外一方面来看。对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尊贵、贵气，什么是较普通、茶较灰。有两个人，一个要讲保罗。保罗如果伊若甲12个学生来相比评的时阵，什么人较贵气，什么人较普通，什么较属于金甲银的器具，什么人较属于茶甲灰的器具。对咱世间人来看的时阵，一定是保罗，伊是较
过去。保罗嘛讲到伊家己，伊也未信主，认捌耶稣基督以前，伊有一个真尊贵的血统，伊受到真好的这个教育，有真好像咱即马讲的最高学府、上界悬的学术的成就，伊有真好的人品，有真好的行为的表现，伊真疼上帝，有宗教的热心。伫当时的社会，伊嘛有真悬的地位，伊嘛拥有真大的权利。这个权利，互伊会当在追掠这个基督徒。所以，你若对世间人来讲，伫当时的人标准来看的时阵，伊拥有一切，来显示伊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而咱今日圣经内面，一定是属于金器、银器迄类的。但是有一讲，因认捌耶稣基督，伊讲以前我所拥有这一切，那亲像看了非常有尊贵的这物件，那亲像粪扫共款。耶稣说是我的至宝。后来佫讲到家己其实我发现软弱，我遐尼卑微，我就亲像废的器具共款，真软弱，容易破碎。是好佳哉有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所以我会开力。所以你感觉伊的身份对人这个世间的真尊贵的标准中间，变作真普通、真软弱的废器。大家学生。大家学生拢是主耶稣基督对家己的偏向，来竞选这个学生开始，伊拢是家来离海边这个掠鱼的人。当时的人感觉较贵气的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经学士。你看这个学生的时阵，哪像我无知识无学问的普通的百姓，那就是路边的石头，那就是路边所搭的这个茶共款，拢也无啥物特别。所以主耶稣基督讲。亲像恁原来，恁要去做人的学生，要去甲夫子，要甲人做学儿，连夫子都看不上你们。你要叫我要做你学生好无？遐老师先生拢拣学生，你根本无资格，无好的条件会当做人学生。今日你做我学生，毋是你有条件对我，是由我拣选恁。所以你会知影一个所在来显示，这个学生因其实拢出身伫非常卑微。即摆来看时，都茶，都灰啊，安尼，真普通，无啥物价值的。但是呢，因受到主耶稣基督竞选，到伫后来，因忠心到伫死，来顺道。启示录21章记载，伫新的耶路撒冷城上有12个军旗，这个军旗有羊羔，啥物人的名呢？12个使徒的名。因遮每一个军旗拢是比金较珍贵的宝石所造成，所以你看，伫这中间有一种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保罗对人所看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转做卑微，然后12个使徒因是对真卑微的身份来转做后来非常尊贵的宝石，所以咱若是照世间的评价标准，因的身份拢有真大一个转变，但是有一个无共款的，无论是保罗尊贵原来尊贵的身份，无论是12个使徒因原来非常卑微的身份，到伫后来因拢成做上帝手里非常贵重的器具。当然，毋是照世间世俗一个标准，乃是照上帝互因每一个人服侍最后一个评价。顶礼拜我讲我家己我得救我见证，有时我咧感觉轮到我的出身吼，毋知有啥物人比我较卑微。我信主大概4年了后，大学1年的暑假，过去兄弟姊妹伫一个退休会中间，伫遐真热心，伫遐敬这祈祷。迄个时刻，我拢伫咧祈祷中间表现出对主真深的听慕。祈祷一段时间了后，对我内面有一个声音讲：我要使用你，我要使用你。迄个声音伫我内面安尼显出来时阵，迄个意念伫我心头安尼显出来时阵，遐尼强烈，我踹一条。我就一直哭。我想你要使用我，你遐尊贵，我遐卑微，我什么都不是，遐尼普通的一个人。
那像树木，莫讲茶，莫讲石头，树木不可雕也，这种心有的感觉。怎么配得呢？不配，上帝你堪得互你使用呢？你的声音片意念阁真强，我要使用你，圣神大有能力，充满灌压伫我心中。唔知偌久的时间，圣神能力充满伫我内面。唔知偌久的时间，我伫迄个那就荣耀天国内面，上帝同在，那就天堂内面。迄个时刻，迄种的经验，迄种的充满，差不多变做我真大嘅快乐，维持我一世人拢呼应这个呼调，无处使用。所以从迄个时阵开始，认真读圣经，认真追求，看真侪遮的册，认真参加聚会，参加足侪营会，然后虽然工作嘛，足侪常常参加教会真侪遮教会界去观摩，去新加坡，去韩国去，准备要做牧师，一世人服侍伊。到你现在，常常嘛听见恁做牧师的人有够艰苦的吼，足辛苦的，做牧师艰苦。我听着听嘛是真艰苦对啦吼。过了真轻松快乐，可能对其他牧师对不起啊。我拢艰苦要死啊！你还真快乐，但是维持迄种快乐是安尼，因为上帝呼召，因为迄种的使用，种呼召，到伫现在，我是用真深的感恩甲喜乐的心来服侍。因为上帝互我对真卑微的中间，进入朽木的环境中间，互我一个真荣耀尊贵的身份。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用石头砌造起来，不是用金银财宝。石头无亲像金银宝石，石头是稳重伫迄个山内面，所以你若要开始起圣殿，你就去山内面将这石头挖出来，挖出来了后呢，用推啦、宝头啦，安尼刻去互迄大细形状。会当适合来起圣殿的材料。圣殿中间的器具，嘛是用无同款的材料所做，所以你敢知圣殿内面的器具用上界做是啥呢？茶。逐种的物件差不多拢是用茶起做到迄个形了后，然后这个茶中间外口较包金嘛。当然，一寡器具呢，比如说金灯台，规地拢种金嘛。较大件的物件，拢总是茶包金。所以呢，拢是用金合欢木，然后放器具的刀嘛是茶所做。有一寡器具是银所做，这段是用铜所做。那么你看圣殿的前身就是会幕，未起圣殿只就是会幕。那会幕内面嘛是拢用茶、各种的布料动物的皮。砌起来，搭建起来，所以当所罗门将圣殿起造起来了后，这无共款的材质的材料所做的这器具，这无共款的用途安尼雕刻，安尼磨，安尼正做一个器具，放伫适合的位置了后，哇！这圣殿石头起的圣殿，所有的器具无论伊是金的、银的、茶的、铜的，拢总分别做成，真做贵重圣洁的器具。约柜，当这祭司将约柜刚礼拜到至圣所的时阵，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阳光亲像云彩充满圣殿中间，所有物件拢真做成。拢真做贵重的器具。当人伫山岭采取这石头的时阵，有真侪石头做出来了后，摕去圣殿做。这伫现场中间，还有真侪石头是无法度使用的，所以废弃伫迄个所在。所以你看，哇，这采石场里面佫一寡石头拢无咧路用。因为这石头出材料无适合使用。
要真做上帝使用，分别罪性，这个条件爱合主来使用，有合符合的用途。保罗伫所来讲，人若什么条件就当真做贵重的器具，但是有一个条件，敢真正会当来使用。当然，这个使用角度，毋是因为你有尊贵啊、卑贱，毋是根据你的出世、你的世间的成就，毋通夸口的物件，乃是符合一项会当使用啊袂。有时咱伫教会中间服侍，我会强调咱都要服侍的心志，对不对？啊，原来服侍真正是安尼。但是有时咱拄着一个问题，像阮做牧师的有当时啊，拄着即种的挣扎，有一寡兄弟姊妹有服侍的心志。我伫英和教会牧会时阵，有一个兄弟来到教会，伊是牧师的囝。无久了后，伊来感觉讲，打圣歌规张讲，我要来参加圣歌队。大家足欢喜的，讲好啊好啊好啊，我圣歌队一直咧欠人你来唱真好。你参加过了后，出现一个问题，袂晓看谱，拍子跟不上，就袂晓看谱，拢叫人下，所以到那边很慢。还有一个真大问题，拢听噪音。佫较大问题，唱真大声。大家那咧开始唱第二个边仔足艰苦的安尼音拖来拖去，拖来拖去伊就甲圣歌队长讲，今早足无适合做圣歌队的咧这个队长嘛圣歌队指挥嘛感觉安尼，都有心志要来服侍但是有足艰苦的。牧师你感觉你好无？我嘛毋敢应不要让他唱，不要让他唱，我毋敢应牧师袂使讲这种话无久了，圣歌队长来讲，伊讲我们兄弟真实的你敢袂当去小可训练一下音调一下还是唱谢谢咧安尼那个真玻璃心讲一段表巴多我要唱，我这么有服侍的心，想要唱圣歌队，居然不让我唱，就真的不唱了，不爱唱后来就离开教会。所以这是咱常常拄着挣扎。你都有心都要互伊服侍，但是有心服侍不合乎使用。我教会有一个国中校长，迄阵迄个老师做歹，拢做是流浪老师，所以若要争取一个学校正直的老师，拼甲考试啦安尼，当然你有教师资格一点。然后呢，要来考试的时阵，甄试、笔试去通过。然后呢，到时搁一个试教，对不对？带真济器材然后表演给大家看我安怎教安怎教。然后勉强如果有万中取一，10几个当中取一个。这是当时的一个经验。这个校长伊嘛是主日学老师校长。伊讲恁主日学校长你做老师的人哪有人要来服侍，敢好？哪有人要来都够好。有啥物条件无？免老师要来就好，啥物条件拢毋免。人有心要来，你阁无爱互做，拢毋免条件。你知这个真大一个落差。为什么伫校的中间，啥物条件拢爱，总比较好够好势，真好的训练，大家主日学老师毋免，有心就会使。但是有心敢真正合乎使用？圣经的原则就是安尼，找出你的温数，操练你的温数，互你的温数会当发挥到上介大的效果。所以这中间，你得要训练家己，献上上介好的，合乎主用，这是咱所献上介水的祭。人哪？什么人哪？这个所在无讲到特别的身份，无讲到特别的一个条件，无讲到你是尊贵的一个身份。每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如果你若愿意，你拢会当成做一个服侍的人，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有时我听过一项。我咧教会安尼经常会到有哪无有咧哪无，就伫个
伫个英语跟 minus 中间伫遐呢游来游去吼，但是无啥搞哦。因为教会有一个真好个吼，若是安尼，阮教会有一个像伊迄个场都安尼遐好个吼，阮财务就免烦恼啊。财务对伊来讲，那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共款，阮这较普通的较无钱个。阮那教会若有伊就好啊，安尼。相反，伫教会中间，阮教会就较无较才能的人，要找一个较有能力会当做中级的，敢足困难的。啊，无像讲吼，叫自命，无像恁公园教会。有才能、有能力、有专业、有社会地位、有财富的，哦，伫园区上班的，哇，这个人哦，要做中级的人，恁财真多，免惊无中级啊。咱姊妹，有时咱用外口世上这标准来讲到，啥物人适合无适合？那亲像有真侪人中间啊，伊就是较贵气，他是金气银气的，啊，若阮教会拢是木气瓦气，拢无法度。哎，姊妹。你想想，咱伫世界的观念来讲到才有教会代志，但是圣经内面讲，人呐，如果有一个人，不管伊啥物种的背景，不管伊的本质是啥物材质的，啊，亲像我这种出身伫遐尼卑微的所在，如果伊若好使心智，非常好。当然，咱特别教会有一寡特别需要，遇到法律的问题，咱需要有一个律师。咱若建堂的时阵，希望咱教会有一个建筑师，啊，佮有真有财力的人，会当来扶持教会建筑。但是这是为着特别场合的需要，就像圣经内面讲，过去的是用伫特别的场合。但是咱无常常咧建堂啊，咱无常常咧拄着法律的问题啊。伫咱平常时教会生活中间，咱有这临者的需要、探访的需要、咱有总务的需要、咱团契小组的需要，伫平常。普通的时间、日常的生活中间，无共款的场合中间，拢需要器具。还有一个真重要的概念：人若愿意，有一个欢喜的心，然后伫无共款的场合，互上帝来使用。第二，伊阁继续讲，人若清气家己，这就讲到。咱服侍人必须要有服侍的一个品格，所以毋是讲愿意就会使，啊，阁有你需要培养你的品格。因为职务是为着较大的责任，所以上帝当然真注重咱的服侍的品质。佮较重要就是注重咱是怎样的人。所以要成做贵重的器具，必须要培养你的基督徒品格。伫消极方面，伊阁讲你要离开不义，离开你的罪。罪是无正当的行为，罪常常因为对势较大，罪常常是5年做一项，慢慢变做习惯。卑贱，脱离卑贱，这个卑贱就是甲你的身份、甲你的工作无啥符合你的身份。所以圣经内面讲，咱做基督徒，咱的行为应该甲得救的恩典相匹配，对不对？第三。得别少年的需要，这个所在讲到需要，不是肉体欲望，那是讲到少年人伊的特性。所以你若是要成做一个服侍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成绩的一个个性。少年人较急，做代志安尼无豆豆来。少年人较自以为是，较袂接纳别人的意见，他家己代志拢会当做。胸怀世界，我可以完成改造世界的感觉。所以呢，常常安尼真较自高。少年人较意气用事，血气方刚。少年人较有理想主义，啊，看轻经验的价值。所以有当时对一寡长辈较袂晓敬，较袂晓尊重。要讲一个建议啦，无爱听迄个感觉。啊，理想主义应该安怎应该安怎，哦，这应该安怎伫教会中间足艰苦的。啊！伫教会中间咧，我咧服侍无真正拢应该，那应该就拢总无问题啊。但是这都是真正无应该的代志发生哦，啊，得处理这代志。第三，得别竞争的心态。好嘛，安尼讲，你讲工作上介少人，埋怨上介多。如果基督伫教会中间拢是消费型的基督徒，哇，伊一直咧埋怨讲牧师啦、中级啦，即同工对我服侍无够安尼。我的需要拢无得到满足，
这种怨言真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的服侍热情，也可能是安尼教会混乱的一个原因。不服输、爱争辩、真主观啊，真强烈的自我主张，家己做家己，叫做是对的是非判断。啊，这个心态拢是真容易有一个争端，所以教会真热心的人啊，无说真头疼。开一个会了，拢总伊的意见，啊，开一个会了，拢反对意见，啊，你决定了，袂使就是要照我这种行安尼，真艰苦。所以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伊讲吼，照伊的经验吼，教会有能力有知识，但是佫无真亲近上帝的人吼，这问题足大。所以，就为什么要爱培养咱的个性？这个性中间呢，品格中间脱离罪，脱离逼真，脱离少年的本性，脱离竞争、批评。积极方面，就要讲到公义。公义是讲到咱人甲上帝中间应该得的，咱互上帝，这是公义。信心，咱诚做上帝忠诚可靠的奴仆 ，faithful。互咱的服侍，诚做可靠，人会当来信赖的人。忍耐，讲到在你服侍中间，咱甲人的中间的关系，用听来对待。伫咱内面，可能有一寡意见无共款，可能有一寡争论，但是莫有迄个苦毒、一个报复、怀恨的心伫咱心内底。和平，甲上帝甲人建立真好、真亲密的关系，咱同心祈祷，伫咱团结的生活、教会生活中间，找到快乐甲喜乐。三个条件，第一项，愿意的心；第二，培养咱服侍品格；第三，操练咱家己，训练咱家己，合乎主用。唔知你捌看过迄个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电影几多部？一部中间叫做《圣战骑兵》，有没有？这中间呢，头前拢是安尼，拢是对纳粹啦，几多处拢是纳粹，抢夺那个啥非常宝贝的物件吼，很有能力的东西，有什么骷髅头啦，什么有什么约柜啦，对不对？这阵圣战骑兵是寻找圣杯，这中间拢做一过程啦，互你紧张啦，做趣味啦，到最后最无是安尼。台湾印象真深刻，他们终于找到圣杯，然后圣杯当中有一潭圣水，然后因这群人，不论是印第安琼斯、阿卡加的纳粹军官，拢总围围伫遐。中间有一个非常年老、几多百岁的人，就守护着圣杯跟圣水。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水你若啉的时阵，会让返老还童，会让你得到很好的很高寿，像我一样几百岁。不过，只要有6、7个杯啊，你要拣一个正确的杯，什么是圣杯，然后用这个水啉得开始。如果用错误的杯添这个圣水你就烟灰烟灭就消失。”然后那个纳粹的军官呢，就很漂亮的、很高贵的。第一个，他就拿起这杯杯中间有金银铜然后有宝石镶钻的杯子。一看到主耶稣基督遐尼高贵，主耶稣遐尼荣耀，万王之王，那个杯子是非常荣耀的，就像我们纳粹一样，我们要统治全世界，所以给了双宝石的杯，一饮而下，然后要开始让他。后来他闭他睡了，不久就慢慢枯老，然后整个身体就烟灰消失不见。轮到那个印第安纳琼斯，你把这紧张咩？我们6、7个这基地人很小，
然后灵机一动，他拿起那个最拙朴的、斑痕累累的木器、墓碑，也战战兢兢的喝，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赶快拿那个圣水去给他受伤的父亲喝，哇，那个伤人就马上好。这里有金器、银器，还有宝器、宝石器，还有木器，但是这个所在不是根据世上这个身份尊贵的判断。这个所在，主耶稣基督伊是木匠，伊是非常卑微的身份，做一个木匠。伊所做的就是用伊手中的茶雕刻一个杯，当做伊日常生活普通的使用。但这个杯当做圣杯，这是他们在讲的，不一定有圣杯哦。啊，在迄个中间，这个杯当做一个圣杯，是用茶所雕刻的，带来生命之水。因为这个杯就是咱主耶稣基督所使用过，合乎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伊当时所使用的。这边伫所在讲到一项，你莫去评论我到底是什么尊贵什么，也不要羡慕别人说，这人靠个，这人靠身份，这人靠地位，靠一寡成就。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普通的人，上无该有迄个资格徛伫这个所在讲道的。照世间人的身份来讲，就是我家己啊，较个卑微的出身，但现在伫这荣耀的这个服侍位置的中间。姊妹，上界重要、真最尊贵的器具，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可以当来使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所来讲到，其实咱每一个人。伫世人的眼光，有智慧的无偌济，照世间的标准，有智慧无济，有权势无济，有财富的嘛无济。上帝拣选人看做愚戆的，看轻的，无价值的。世间人真以为无足轻重的，安尼，无人伫上帝面前会当来夸口。但是保罗搁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继续讲，咱每一个人伫基督的根基来起造，所用的材料有金银甲宝石，有这个草甲和谐。到伫基督审判的日，每一个人工程拢要放伫火来试验，所谓工程好歹就知。这所在讲到金银的材料，毋是讲到咱的外在，那是讲到当咱服侍时阵，有照这种的原则，当做贵重的器具，愿意的心，结出真好圣神的轨迹，靠着圣神互咱的温属，真忠心来服侍，合主来使用。安尼，咱真做贵重的器具来起造金银宝石，迄种永远有价值的工程。姊妹来到上帝面前，照这个原则，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上帝所需要的人。今日咱虽然要来鼓应中级这就任，伫八个场合中间，可能参与伫你教会决定真侪这代志。但是咱一般咱的真侪团契中间，咱整个教会中间，遐侪团契首长，不过是首长，下面还佫有真侪同工参与服侍。姊妹，每一个人都会当真做上帝所使用贵重的器具，来起造永远有价值的工程。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感恩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话语。做阮真大的鼓励甲帮助，也阮知，有你看重阮每一个人，把你服侍的心，我会将真做你的使用，所塑造阮每一个人，把阮真做你当使用的器具。今日我来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愿意的心来服侍你，
可能有一个公开的职务，还是伫私下人看袂到的所在，尽忠服侍，这拢是你所看见、欢喜、所使用、所诚做贵重的工程。阿们像感恩，恳求你的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咱要唱回应诗先说咱要开始咱的就任。咱就是任分做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长老的就任，第二个部分是执事的就任，第三个部分就是咱的首长的就任。还有两项是牧师来主持，首长这个就任是请罗牧师来主持。咱要唱圣诗444首。所在，这条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来奉立徐瑞麟、陈建敦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人同工来管理圣殿教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侍奉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通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督部教会的发展。徐瑞麟、陈建敦，恁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共同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会长请起立。
要来进行会场的使用。恁已经竞选徐瑞麟、陈建敦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有。按照教会法度来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无，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为尽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递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东会小会的官兵，设立你徐瑞麟、陈建敦做公园教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者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把圣神设立恁做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毋通出入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是，未得到被败坏阳光的面流。就这样讲，阿妹，这是咱请咱现任的长老来到头前来换手接纳。就请坐。这是小会要奉爸囝姓氏的名组织来设立江爱玲、许可先、肖梦瑜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江爱玲、许可先、肖梦瑜，当你要领受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你愿意做公园教会执事，定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说法。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恁肯行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恁肯无？我常常有啊、没啊、哎啦什么？他们就点头了哈，就是肯定。好，最后一句比较重要。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递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这是正确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东会的小会官兵，设立恁张爱玲、许可轩、肖梦瑜做公园东会执事，煞通知互众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就这样讲，这是请长老来到头前，以及咱设立的长老来到头前来接纳因，面对会众。陈建尊长老还有瑞典长老来到前面的地方。
请会众起立，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拣选人来服侍你，主啊，无论人的出身，无人的背景，是照着因愿意的心，伊来备办好势，愿意互你来使用。啊，伫教会中间，因过去服侍受到圣灵肯定，主啊，并且做合意，通互主使用的器具，成做上帝所使用贵重的器具。特别伫教会事务中间担任长老甲执事的这份，主啊，这是你的调命所求，才会同工就是忠诚尽职，互上帝你人欢喜。所以恳求圣神的帮助因所需要智慧才能，透过圣神所赏赐予的恩赐，会当忠诚伫这个这份。主教会中间是你所教会是你设立，伫阮有中间有真侪这个器具，特别的使用以及普通日常的使用，但是拢是真做上帝你手中贵重的器具。所以，互因会当知因的职务，啊，互因伫这职务中间，靠着上帝你予因的恩赐甲能力来完成所交付予因的。主啊，阮伫你内面也献上感恩，包括真侪这同工，主阮拢共款同心合意来起造公园教会。主啊，愿你的教会愈来愈兴旺，对正面、倒面，主会当对各方面会当长大，慢慢成长。伫你的听的内面，感谢耶稣基督，恳求你教阮公教的三甲同在，特别甲今仔日就任这长老执事三甲同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我们拍手来感谢他们过去的服事。好，请微坐。啊，接下来要来进行主工团队首长的责任。啊，这是咱要请罗博士来主持。这是邀请咱今年的曙光首长来到这个讲台前，主日学校长林基熙校长，在场吼的请来头前吼，圣歌队长阮淑清执事，敬拜团长徐可轩执事，青年团契会长敏泰长老，妇女团契会长陈美生长老，社青团契会长郭宣婷弟兄。学青团契会长陈义成弟兄，少年团契会长苏菲姐妹，雅歌小组小组长陈新白长老，田抗力小组小组长黄太一执事，制服小组小组长韦德宇执事，活水小组小组长江爱玲执事，运动团契会长陈义林执事，信仰第一小组陈建敦长老，信仰第二小组邱佩瑜是，以上是我们今年度的事工团队首长。这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来做这个誓约。那首先请主日学校长林金熙长老，林金熙长老，你是否要领受主日学校长的职分？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圣歌队队长阮淑清执事，你是否要领受圣歌队队长这个职分？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敬拜团团长徐可轩执事，你是否领受敬拜团团长这个职分？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青年团契会长林敏泰长老，你有确信要领受中年团契会长的这份？你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妇女团契会长陈美生长老，你有确信要领受这个这份？确信这是上帝呼召啊无？社青团契会长郭宣婷，
你是否领受社青团契会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学青团契会长陈义成，你是否领受学青团契会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少年团契会长苏菲，你是否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雅歌小组小组长陈新白长老，你是否确信要领受雅歌小组小组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田抗力小组小组长黄太一执事，你是否要领受田抗力小组小组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是。赐福小组小组长韦德宇执事，你是否要领受赐福小组小组长这个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活水小组小组长江爱玲执事，你是否要领受活水小组小组长的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运动团契会长陈义林执事，你是否要领受运动团契会长这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信仰小组第一组陈建敦长老，你是否要领受信仰小组第一组小组长的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信仰小组第二组小组长邱佩瑜执事，你是否要领受信仰二组的小组长职分，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吗？谢谢主，愿我们在这个职分当中，我们一同领受。第二个问题，我们请所有的首长一起来回答。你们已经领受这个圣职，你们当依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于你们的职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此时我要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本会事工团队首长的职分。从此你们要谨慎你们自己的言行，常常关心在你们所担任侍奉的事工当中，尽心尽力为主做工，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一起说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主，你设立事工团队的首长，为的是要建造属神的教会。教会的头唯有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你的肢体。我们当中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金器、银器、瓦器，有做贵重，也有做卑贱的器皿，但我们都是上帝你神圣的呼召所拣选的器皿，为要合乎主用，为主你使用我们今年主你所设立的团队事工首长，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职分上，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在主你所差派我们所到的团体小组当中，让我们能够按着耶稣基督你的样式以及上帝的话语的教导，用基督的爱来爱神爱人，并且实践基督的信仰，在我们各个团契事工当中，好叫众人因着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好行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就被吸引来到主你的面前，并且愿意成为教会上帝你的儿女。愿主赐福在我们今年事工团队首长，让他们在侍奉当中不疲乏不疲倦，能够靠着主的圣灵，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愿主赐福他们所做的工，愿他们所做的工都蒙主纪念悦纳。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那我们请面向会众，请大家一起鼓掌，接纳他们。请回座。
祷。天父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看顾讲教会，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佮引带阮会当回应你的呼召，会当甲你同工，伫你的事工中有份。感谢主你慈爱，伫听阮，佮有耐心伫等阮。求主继续引带，互阮会当按你的旨意来分享你所赏赐的恩典。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外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这是要请市小长老先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第一条消息啊，是本会的2026年的定期和会，定于1月25号召开。它是联合礼拜啊，联合礼拜，时间是10点啊。小会的公告啊，有在各个楼层有贴啊，我们有去看，如果有遗漏的地方，请跟小会书记啊、金熙长老来提出补正。真欢喜，今仔日有咱的教会首长首长来就任我们新一代的这些长职，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教会治理得更好所有的名单在上面，我们可以自己来参阅，谢谢。继续报告，1月3号小会决议事项，去年的决算甲今年的预算，2002年的定期的会员和会议案，请大家来看第3点是拄长老报告过第4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来召开今年第1摆的中职会，地点是7楼的福堂，请中职事工团队的首长来出席。第5点，今年中正健康促进会幸福健康站开始来报名，欢迎会友邀请65岁以上的朋友来到场参加，请伫1楼的招待处来登记。第6点，朱里欧今年拔萝卜家庭日1月24号上午10点半伫英国长老厝的来举行，欢迎兄弟甲家庭做伙来参加。报名请扫 QR code。第7点，教会伫去年年前要来摒扫请各团契小组伫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认领打扫的区域。其他的消息，真诚执事跟周恩轩姐妹今仔日下晡伫台中举行订婚的感恩礼拜。感谢上帝，愿上帝来赐福。以上报告。来紧上映的是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金丝线要请黄牧师来教导，请起立。主耶稣基督恩典，你被上帝听从，信心
所修事的相通，咱来三合做伙，对大高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就倒。礼拜三咱12点半要伫7楼来开中式会，因为下晡3点有真诚甲恩宣的订婚礼拜所以有人要较早去，所以咱请12点半便当客咧去到7楼所在，咱只便当咱开会希望差不多当1点钟来完成好，上帝祝福。